在地人在地情，每年过年的正月初一，南投德山的启明宫拢会举办平安餐。启明宫的主委杨惠武讲，啥物叫做平安餐呢？就是人无平安，食了就会平安；若是有病痛，食了可能就好啊。所以今年有疫情，若袂来停办，甚至阁要扩大来举办。也毋过台中太平的涨价，正月初二，查囝回后头厝的600个人的传统的办桌，今年就袂办了。平安一杯，干杯！这是太平涨价的初二牛角宴，中昼就开始食，开33桌，到暗时阁有一摊27桌，总共60桌，将近600人到场，闹热滚滚。不过因为疫情，家族开会决定今年无要举办。通常伫车到9月前，就拢有决定讲，无今年暂时停起来啦。这嘛是9日亦地动了涨价21年来头一摆停办牛角宴。去年牛角宴6大东堂，年纪上细是1岁外孙，上大是102岁阿嬷。不过阿嬷伫去年5日才过身。不过涨价表示，若是疫情有较好，也是会来举办。无代志就好，哪有代志啊？看来的时阵吼，你对真个人袂当交代。不过每年过年初一，伫南投德山启明宫举办的平安餐，今年若袂停办，阁要扩大举办。差不多平安餐。都是人袂平安来食落就平安，人有病反正食落就好诶。只是今年庙方规划路线，民众一摕到餐点就需要赶紧离开。庙方嘛有准备翠暗和酒精要来防疫。觉得还不错啊，因为保有过节的感觉。大家保持好社交距离，应该也没关系。在疫情期间，每一间宫庙拢停办大型活动，启明宫平安餐扩大举办，嘛特别受到注目。